歡迎各位到今個星期嘅柏斯理財每週財經回顧。咁信貸緊張係得到舒緩，加上有基金趁低吸納。上星期美國道指同埋納指係分別大升1%。咁而美國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就一致決定減息半厘，咁聯邦基金利率係下調到1厘。咁會有聲明係暗示減息或者會持續，咁令到標普金融類指數係大升1.7%。咁數據就顯示美國消費同埋經濟活動持續惡化，9月份嘅個人消費下跌係0.3%，創4年以嚟最大跌幅。第三季嘅國內生產總值嘅增長係負0.3%，但係勝過市場預期。10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急跌，去到40年最大嘅跌幅。咁不過美國總統大選嘅氣氛就蓋過數據欠佳，咁利好美股嘅股市表現。咁歐洲股市係跟隨美股反彈，咁其中英國股市係揚升超過1.2%，德國股市反彈1.6%。咁英國物業組織嘅 HomeTrack 同埋 Nationwide 都話咧，當地樓價已經分別創咗7年同埋17年最大跌幅㗎啦。咁英國同埋法國10月份嘅消費信心跌到有紀錄嘅低位，咁相反德國同類型嘅指數反而第2個月意外回升。咁而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貸款嘅冰島咧，就大幅加息6厘，嚟到去到18厘㗎。咁預期明年嘅國內經濟咧會收縮1%。咁另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都連同歐盟同埋世界銀行出手穩定東歐嘅局勢。咁事實上咧，近期俄羅斯嘅股市咧亦都係反映東歐嘅金融動盪㗎。我先睇俄羅斯嘅股市走勢圖。咁大家見到俄羅斯股市咧，上星期係大幅下跌㗎，咁跟住市場氣氛回穩翻之後咧，就上星期係反彈超過40%㗎。咁其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咧，聯同歐盟同埋世界銀行咧，亦都一齊出手去穩定東歐嘅經濟局勢㗎。咁三方就同意向匈牙利貸款200億歐元，咁另外國基會亦都向烏克蘭貸款165億歐元。係以防東歐金融動盪再次引起歐洲金融業嘅危機。咁俄羅斯經濟部就調低今年嘅經濟增長預測，以反映油價低企同埋信貸市場收縮。咁事實上咧，俄羅斯外匯儲備近期為咗支持盧比匯價而急跌，亦都令到市場關注。咁環球股市回穩，亦都令到拉美股市回穩，係創咗9年以嚟最大單星期嘅升幅。上星期巴西同埋墨西哥股市分別急升1.8%同埋2%。咁美國聯儲局就喺星期四咧就擴大換匯嘅機制，向巴西、墨西哥、南韓同埋新加坡各自提供300億美元嘅掉期設施，有效期係到明年4月底。咁係刺激巴西同埋墨西哥嘅貨幣匯價急升㗎，所以亦都利好巴西股市嘅走勢。我先睇下巴西股市嘅走勢圖。咁巴西股市亦都係大幅下挫㗎，咁而家係反彈翻，只係升翻到36,000至37,000點嘅水平。咁由於巴西央行亦都暫停咗維持咗半年嘅加息行動，並且限制本地基金購買政府債券喺3成嘅上限，間接係引導游資係回流翻國內嘅金融體系，有利市場氣氛回暖。咁美林就發表報告話咧，自雷曼申請破產保護嘅個半月以內咧，新興市場嘅市值已經大幅下跌4成半，去到嚴重超賣嘅地步。咁基於估值便宜同埋各地央行聯手減息，咁新興市場咧嘅市值係有望短期係大升翻1倍嘅。咁商品價格有回落嘅跡象，紐約期油咧係終止咗4個星期嘅跌勢。上星期紐約期油係收報每桶67.8美元，升5.7%。咁標普能源股指數更加大升1.8%。咁由於石油公司嘅業績理想，推動股價表現。咁市場就正密切注視美國總統選舉嘅結果。咁因為美國新任總統咧將會帶來能源政策嘅轉變。咁因為民主黨嘅總統候選人奧巴馬曾經話過咧，係計劃向油公司徵收暴利稅嘅，可能會抑壓開採同埋鑽探嘅意欲。咁金價就未能跟隨油價係扭轉跌勢㗎。咁連續第3個星期下跌，但係仍然企穩700美元嘅心理關口。現貨金係收報每盎司724美元，係微跌1%。反而金礦股指數就跟隨大市係回升近1成半。咁由於環球央行聯手減息，令到信貸市場嘅風險係較為回落，
資金係由黃金係流翻去股市㗎，咁令到10月份嘅金價係創咗2%嘅跌幅，係近期跌幅最大嘅月份。咁預期美匯咧係持續偏強裏邊咧，預期金價係現水平會橫行一段時間去沉底整固。咁外圍市況回穩，亦都令本港嘅恒指同埋國指反彈，咁係分別彈升1%同埋1.3%，係接近1.4%㗎啦。內地股市係仍然下跌，深滬股市咧仍然弱跌係6%。咁為咗配合環球減息行動咧，中國人民銀行亦都喺今個月裏邊第2次減息，1年期嘅存款同埋貸款基準利率分別降到3.6%同埋6.66%。咁人民銀行就話咧，今次減息係配合美國減息嘅行動，係抵抗金融海嘯對中國經濟帶嚟嘅負面影響。但係市場分析就相信咧，今次減息喺市場預期之內，估計實際嘅救市作用唔大。咁日本股市係經歷過上星期嘅恐慌性拋售，係曾經跌到26年嘅低位，隨後隨外圍反彈，全星期咧係彈升1.2%。頭先係日本股市嘅走勢圖。咁見到日本股市咧係上星期咧跌到26年嘅低位，跌到1982年嘅水平啦，係7000幾點。咁跟住反彈翻咧8500幾點㗎啦。咁事實上，日本央行配合環球央行，亦都有聯手減息，象徵式咁樣減息，亦都係減到0.3厘。咁日本政府就公布總值折合21,200億港元嘅追加經濟方案，咁當中包括向各小型企業提供信貸，同埋向家庭咧提供現金嘅回贈。咁經濟數據方面，當地9月份核心通脹升幅放緩，同期嘅零售銷售14個月以嚟首次下跌。10月份小型企業信心指數係跌到10年嘅新低。咁當地傳媒就話咧，喺今年4月開始嘅財政年度裏邊咧，頭2個嘅日本企業中期嘅純利係按年跌咗2.1%，估計全年純利會下跌2.3%。咁主要因為受累於全球經濟放緩、日元上升同埋燃料原材料價格上漲嘅負面因素，咁當中以出口業最受打擊。咁南韓股市經過前個星期暴跌之後咧，上星期係有反彈㗎。先睇南韓股市嘅走勢圖。咁大家知道啦，前星期南韓股市係因為信心危機係暴跌2%㗎。咁大概上星期又反彈翻1.8%，咁啊重上翻1100點嘅水平。咁主要因為咧，南韓央行同埋美國聯儲局成立300億美元嘅貨幣掉期，咁有助擴大南韓嘅外匯儲備。咁南韓亦都同中國同埋日本進行類似嘅有關安排，有利穩定南韓元匯價。咁同時咧，9月份嘅國內經常帳赤字已經收窄到12億2千萬美元，有利穩定市場信心。咁加上央行大幅減息75點子去到4.25%，亦都增加接受抵押品嘅種類，種種措施有助增加南韓市場嘅資金流動性，令到市場重拾信心，係令到韓股係大力反彈㗎。咁亞太股市就反彈，升幅最大嘅新加坡，其次係台灣、菲律賓同埋泰國股市就仍然偏軟。咁台灣就跟隨環球央行係減息㗎，利率減到3厘。咁政府因應環球經濟放緩，已經將明年嘅經濟增長預測係調低。好啦，今個星期嘅柏斯理財每週財經回顧到此為止，多謝各位收睇。